教育部体育署百年体育运动精英奖伫今仔日举行颁奖典礼，获奖拢是今年东京奥运的国手。终身成就奖是颁发予木球运动发明者，也就是已经过身的王明辉先生。另外特别奖是颁发予倒球教父曾志燕。 对副总统赖清德的手，甲体育运动精英终身成就奖的奖杯接落来，木球之父洪明辉的牵手甲后生代替伫咧天顶的洪明辉领奖。今日要来领奖，我有甲讲，我讲我要来领奖，对，伊应当嘛真欢喜，对。期待相关部门能持续支持、肯定木球，将国人自行研创的体育项目推向更好的发展境界。洪明辉伫咧今年2月份因为大肠癌过身，享受77岁。洪明辉伫咧1990年发明木球运动，1994年伊开始伫咧国际上推广。即马国际木球总会已经有54个会员国，30多年来的推展也互木球伫咧全台湾、全中运拢真多比赛的项目。也那特别奖是颁予倒球教父曾志燕，不过曾志燕因为人抑搁伫咧外国比赛，由倒地啊领奖。最佳女运动员奖颁予亚洲练的选手郭幸顺，伊也拄结束世锦赛，替台湾摕到金牌。也那最佳男运动员奖，柔道选手尤永伟摕到。最佳新秀运动员可乐，伊伫咧电竞100公尺下栏有出色的表现，也成做亚洲U18甲世界听奖纪录的保持人。就算我们是身心障碍者，只要坚持下去，不忘自我的自暴自弃，我们一定可以看到未来的路的。梦想不会只是梦，而是真的是能够达到的。 最佳运动精神奖颁予俱乐部高人潘正宗，最佳运动团队奖颁予羽球男双的冠军组合李洋甲王麒麟。也那因的教练陈宏林也摕到今年最佳教练奖。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。